当年不是丢要的嘛，到当明年不是让些水人丢要嘛吧？像俺是当年不是得呢，当年不用下去说过的嘛，到说的。那边可不是考了啥起的，所以说多人都是起的呢。当年不是用了像那啥呢，然后叫那古怪吧，啊，在这里边印度上呢，当年不是搞呢，我呢说我呢，当年不用呀，就是说说的，当年不明显过吧，在这里边印度上呢，当年不用呀个很大的破怪物当说，闽南就全部都是那么几个给当的马的，没了潘生钱，没了多钱，没了300块钱呢，谢谢原来这都。每年这都，就1年这都，就每年这都，但虽然呢，330个元的没得了，真消息起来的，330个钱的没得了，人当然要的，是吧？他今天一般印度上呢，俺是300人得了，没3个我记得，没9大家我去带个银线，我呢他呢，那边说的，我西边有点个，这个年纪前呢，找他的个参谋老的，没得3个月，没得我那他那个超过6度线大些呢，上面得了等个的，当年不地苦的，是吧？现在中国不是到时也为呢，下个说3个拿了的，他说的这个别个他过去买呢，7个个呢，中国也不3个，没查到几多是嘛，到下个他考的，是吧？对面边老一南就是为那样。但真的就是，像今天印度上呢，做的他，俺是生土不下的，他早来下，生上不下的，啊，生上不起，没有了钱，的穷呢，我那他那个，那说是没是的，给我用过的，说是基本小了，没做来，特别是嘛用的，你看他人家没是团队特别穷的，真正研究，但哪怕上街被缺的，那些做了的卡了送过的是那边呢，没生上不起送给他的，